便你好，我是新大医学院4年的陈君。今仔日吼，我是想要甲你介绍迄个关节病。关节病啊？嘿。哦，讲到关节病，我就请教一下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因过拢徛足歹吼，捌去受伤啦，捌去手术吼，了后吼，错动啊无解好啦。迄个我若去请教医生哦，医生拢讲不出什么原因啦。即马吼，我徛有时拢会跋倒。像这种的情形要安怎？因为这我嘛较无了解，可能也是爱问就是医生啦。嘿。我去请问者，像我这个手吼，有时拢夹袂起来，应该无这个情形。即马吼连肝摕物件较重小可，就感觉真无力。像这食方面要来用什么补充较好？这若是讲是骨头的问题话，一般来讲，我是补充钙质。钙质，那我知影。